在来做伙来读，无所不在，无所不在，袂使唱无所不在，还是啥的，无所不在，无所不在，所以第一节讲，主你无所不在，我主你无所不在，然后这个所在，等于是反复，咱到时若现信息的时阵变做这个所在的反复，所以主你无所不在，我主你无所不在，然后过来就讲，全世界无人通甲你相比，主你无所不在，全世界无人通甲你相比，主你无所不在，这是第一节，主你无所不在。第二节咱来看，主你疼叹无限，咱做伙来读。主你疼叹无限，我主你疼叹无限，同款。第一节讲主你无所不在，第二节讲主你疼叹无限，疼叹无限嘛是同款的。咱才讲全世界无人通甲你相比，即所以你的疼叹，即落你的疼叹无限，全世界无人疼惯亲像你。来，过来看第三节，主你业你奥妙业你，来做伙来读。主你业你无奥妙，我主你业你奥妙。你业你就是讲，你遐管理你安排，你遐注你的旨意，你遐管理咱的人生，管理万物的一切，这实在是真奥妙的代志。业你真奥妙，嘛是同款。因为实在真奥妙，奥妙的意思就是讲，咱奥得真大的了解，所以讲全世界无人会完全明白。第四节，主你有大权能，来，主你有大权能，我主你有大权能，大权能了后呢，同款，全世界无人有气来赢你，因为你有大权能，所以。你若降临伫个地上，你的旨意要安怎行的时阵，无人通安怎通赢过你，所以这是第一首的部分。咱来来看要安怎唱来，请琴弹一遍。虽然咱毋捌唱过，毋过即条真简单第一段、第二段是反复，过来第三段、第四段嘛是反复主你所即个所在是对迄个第三拍后半拍所以1、2、3，主你所不在。第二节做伙，主你听他无限，我主你听他无限，主你听他无限，我主你听他无限。全世界无人听我亲像你，主你听他无限。全世界无人听。业你奥妙，我主你业你奥妙，主你业你奥妙，我主你业你
旋律哈，是讲伊迄个节奏无啥共款，因为这条是加纳，加纳咱知是伫非洲一个小国家吼。啊，第1节、第4节是加纳伊个本身的信息，吼，到尾咱录音都吼，牧师吼就拿加入了第2节跟第3节，吼。好，咱即摆来看第2首的信息是184首。上帝即条咱就熟了吼，上帝疼叹，哪话遐大句的信息是讲太话遐大，啊即摆改做哪话遐大，所以毋通唱毋对吼。好，即条诗歌吼，伊的迄个作词者吼，咱来看信息顶头写者 El Naden， 这是伊的笔名，实在是一个足有名吼，大家应该我以前嘛捌介绍过吼，怀特上校。怀特上校伊所做的迄个歌词，伊是一个真奇妙的人，伊也毋是啥物音乐家吼。伊本正伫迄个一个财务公司内底吼，芝加哥银行内底做财务的迄个工作吼。啊，受到穆迪，咱知影穆迪是一个真大的迄个报道家，受到伊的影响吼，所以就加入去即个牧会的这个团队。吼，就拿加入这音乐的迄个事奉中间，伊写足侪的迄个诗歌，伊一生嘛足传奇吼。伊伫迄个银行工作了加入迄个就拿去服役吼，去迄个美国的陆军，加入那个南北战争。结果吼，敢若参加建军1年，就拿受伤，失去了右背，伊要去做兵进前吼，伊本正伫迄个银行内底有人脉，伊迄阵有家己伫遐咧祈祷讲伊愿意献身，就来伫迄个所在认识一个 Hanson 小姐，吼，就拿要入伍之前，含迄个 Hanson 小姐较紧结婚，吼，结婚了后吼，伊伫1年的服役当中吼，结果伊受伤嘛，失去了右背，所以。去互关伫迄个战俘，咱迄个战俘的营里面，伫个战俘营内，实在是伊要入伍前，佫有一项代志，就是因的老母。所以，阮知影咱这老母实在对囝儿的信用，实在是产生真大的迄个影响。因为伊感觉讲，即个那个怀特吼，伊安那敢无正经写信主，所以伊要入伍进前摕一本圣经吼，甲伊藏在伊的迄个。包袱内底，受伤了以后，伫咧战俘营无代志通做，伊阵摕出来，迄个因老母迄条迄个圣经吼，因妈妈予伊的是迄个迄个新约圣经，所以对马太一直读较启示着，启示着倒转来，马太愈读愈有兴趣，吼，阵伫迄个所在，伊就伫遐甘愿要献身互主。总是伊袂晓祈祷，也毋是真正的基督徒。伫咧战俘营内底，忽然间有一个护士小姐一工甲伊叫讲，遐有一个迄个少年人吼，受伤的少年人需要人祈祷。我安尼看咱所有的迄个战俘营内底迄个病患哦，敢若你上适合。哟，但是我毋是基督徒呢，我毋捌祈祷过呢。你叫我去祈祷，伊讲除了你以外，没有别人适合，因为敢若你伫遐在看圣经啦。吼，无人伫遐看圣经，所以伊只好说好，安尼我去，就来去遐，祈祷，迄个少年人讲，我的罪足重的，我毋知影上帝会接纳我的灵魂安袂吼，所以伫遐就替祈祷做真侪的祈祷，做伫遐求上帝来帮咱，结果祈祷了，即个少年人就过身，伊嘛得到真大的迄个安慰，所以做兵了后，佫走去迄个，伊本来先去一个钟表店工作，到尾受到穆迪的影响，伊转个辞掉钟表店的工作，转去参加穆迪的迄个整个的牧会的团队，和穆迪变做一个足好的朋友。到尾伊的查某囝嘛嫁互迄个穆迪的儿子，所以因煞变做亲家，所以是一个安尼传奇。所以每一个人，咱不要唔通看清自己，因为。咱毋知啥物时阵，上帝要竞选咱，咱来出来，咱来做一件细的代志。即个所在，上帝永远要纪念，
检查你小小小的一个词，总是伊嘛影响真侪人。我知影即条诗歌是真侪人真爱的诗歌，包含我再来，我嘛足爱即条诗歌。吼，来，咱来唱第一节就好。上帝听叹那伟大我的心荣光，因我秘密上我的啦，我靠你不忘，因为我在伤心的救主，那真是我可为你的保守，为我是所高的人，为我是的高的人。这就是咱的信仰。顶礼拜牧师伫遐讲，因为咱基督徒有5望，迄5望虽然看袂见，总是咱知影，咱交互咱信所信的主。哦，咱所交托伊的，伊会保守咱直到迄日。副歌，我来唱一遍。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那真是我可为你的保守，为我是所高的人，为我是的高的人。阿门。好，咱准备心来做礼拜。今仔日是建堂奉献主日，请备万心。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奏乐。
真好啊！感谢上主，唱歌学乐你至高的名。早起时保养你的慈爱，闲时保养你的信实。上主，你的所做怎样遐大？你的心思极其深，总是上主。你是至悬，直到永远。三角来吟诗学乐上帝，圣诗21首，圣诗21首。请起立。即时用许多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跌倒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人府。第三日对世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圣搁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角用启应文26篇来应答上帝的话。要称赞上主，伫正直的人组织的大会中，上主的作为真奇妙，伊的作为充满尊贵威严。上主行奇事，互人纪念。伊使美娘互敬畏伊的人。伊对伊的子民显明伊的作为有大权能，伊的手的所做信实公平，永远袂改变。伊会救赎伊的子民，甲因定永远的约。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
敬主应该永远受称赞。同心来祈祷，全知全能的父上帝，我要全心感谢你，你是阮活命的主宰，你施行公义慈爱，你的正手有大权能，你照公义审判世界。天离开地有偌悬，你的慈爱对敬畏你的人嘛遐尼大。当离开西有偌远，你互阮的罪过离开阮嘛遐尼远。老爸安怎疼惜家己的囝儿，你嘛会安尼疼惜敬畏你的人。你用好面充满阮的心灵，你袂捌气杀找你的人。阮要感谢你，阮要尊叹你的恩宠。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你是万军的统帅，你是阮的王，你是阮的上帝。阮是你创造下，阮也是你下，阮是你的百姓，也是你草场的羊。赤鸟啊，伫你的祭坛边做寿，连椅啊嘛伫遐为着家己找着父囝的寿。徛伫你殿院的人真有福气。对你得到快乐的人真有福气，踮伫你殿院住一日，较好1000日。亲爱的主耶稣，阮要学乐你，阮要保养你一切奇妙的所做，阮要踮伫你欢喜快乐。听世间人的主，求你照你的慈爱怜悯阮，求你照你丰盛的慈悲撤销阮的过失。阮时常无法甲家己的过失，阮的罪常常伫阮的面前。你所爱的是心内诚实，伫阮的腹内。求你用牛车草洗阮，阮就清气；求你洗阮，阮就比洗较白。求你按你的面，无看阮的罪，撤销阮一切的罪恶。亲爱的主耶稣，求你甲阮创造清气的心，互阮的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帮助阮每一工拢会活伫你的信实中，互阮的性命诚侪你荣耀的见证。亲爱的父上帝，求你阿耳孔听阮的祈祷，阿落听阮恳求的声。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阮，阮要照你的真理来行。互阮专一的心敬畏你的名，你的所做常常超越阮所想。求你使阮有智慧，知你的心意，伫生活当中活出你美好的生命。阮要专心学乐你，一生拢归往你来得到拯救。阮诚心拜列以上的祈祷，阮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吟讲。我的天
请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创世纪第18章第1节到15节，伫台语汉语本圣经15页。创世纪18章第1节到第5节，伫台语汉语本圣经15页。耶和华伫万里的树丘遐对亚伯拉罕出现，迄时日当热，亚伯拉罕坐伫布边门口，夜目起来看，看见三人伫对面咧徛，伊一下仔看见，就对布边门口走去迎指因，拍拜伫地里，讲：我的主，我若伫你的面前得到恩典，求你毋通离开奴仆做你去，用阮摕淡薄仔水，互恁洗骹，请歇困伫树骹。我阁摕淡薄仔饼，互恁点心，然后进前去，因为恁是为着安尼，才到恁的奴仆遮。因讲，通照你的话去行。亚伯拉罕赶紧入布边见撒拉，讲：你紧紧用3、4盒的面粉润做饼。亚伯拉罕佫行到牛群的所在，牵一只糋佫好的牛仔来，交互奴仆，伊就赶紧去备办。亚伯拉罕佫摕奶油甲奶，甲所备办的牛仔来，摆伫因的面前，家己伫树骹徛伫因的身边，因就食。因甲伊讲：你的某撒拉伫倒啦？伫倒位？伊讲：伫布边内。因中间一个讲：到期我的确要过来你遮。你的某撒拉要生一个囝。撒拉伫后面布边门口伫听。亚伯拉罕甲撒拉年岁已经老，撒拉的月经已经绝。撒拉心内笑讲：我已经衰懒，我的主也老啦，减也有即号的欢喜。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讲：撒拉为啥思笑？讲：我已经老，果真会生囝吗？减耶和华有做袂来的事吗？到期明年即时，我要过来你遮。撒拉要生一个囝，撒拉惊毋认，讲：我无笑。迄人讲：无影，你实在有笑。请新学生刘志佳讲道，题目是笑，上帝要成就。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非常感谢大家，互我伫上山教会会当有4届的机会用台语讲道。伫最后一届的讲道，我本来是要用我未来菩萨即马在学习的学甲班，就是刻意来甲大家分享。但是即届我决定还是用我较认真的语言，就是华语，会当较完整来分享上帝的话。因为受限语言的缘故，其实每一次的讲道没有办法非常完整的传递，那也请大家谅解。你在什么时候会想起上帝的信实呢？是在一切顺利的时候吗？还是经过大风大浪，等风浪平静的时候呢？我想这2种情况，我们都可以体会到上帝是信实的。那既然，不好意思，那既然上帝是信实的，而上周的圣灵降临节，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都有他内住在我们心中的信实，我们又要如何才能活出来呢？我想今天的亚伯拉罕，他的行动会是一个很棒的榜样。一位爱神的人是如何真诚地对待别人。很多人对于这段的故事记忆可能会停留在撒拉窃笑的内容，但是今天的经文这段经文也会发现2个亮光，
会发现，在这个15节当中，有一半都在讲亚伯拉罕是如何对待客人的行动。在第1节当中，如果没有作者告诉我们上主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的话，正常在亚伯拉罕的视角，他只会看到3个客人在他家附近，而当他一看到的时候，他就马上从他的帐篷跑出来，跪地迎接他们。这个俯伏跪地，其实是当时对尊贵客人问候的一个举动。然后接着呢，亚伯拉罕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不要离开你的仆人走过去。”我主这个意思呢，其实也是一个礼貌的尊称。这是学者说，他有一个是称呼对方先生先生。如果我在你眼前蒙恩，不要离我而去。那接着呢，我们会看到亚伯拉罕招待这3个客人的行动，分别是他拿点水，然后呢，请你们洗脚，在树下休息，再吃点饼，恢复心力，你再离开。这个是中东当时的文化，到现在如果去到约旦的地方还是有的。如果你的家里遇到陌生人，或是你有需要提供他休息跟吃饭的义务，不管他今天是不是你的敌人，他都享有这样子的款待。也在这样的风俗文化当中，可以暂时把敌人变成朋友。另外呢，在当时的气候其实是非常干燥，有非常多的灰尘，所以洗脚会是一个最基本对待客人的行为。耶稣也这么做。但是在这一切的习俗文化当中，要怎么看见亚伯拉罕跟其他人与众不同的地方呢？我们可以透过第6节跟第7节看见，他对撒拉说：“你赶快拿3细面揉面做饼。”以及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头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就急忙去预备。在这边稍微分享一下，亚伯拉罕要的这个细面，它不是一般的面粉，这个细面会长得像最左边那个样子，它是要被筛过的，右边是麦子，再来是饼，但是亚伯拉罕要的是细面。这个细面甚至是后来祭司要献祭的时候，这个素祭最至圣的献祭要的食材，最上等的，特别可以在利未记看到。还有一般的游牧民族，通常都是以羊为主菜，但是亚伯拉罕他却是拿又嫩又好的牛犊来，除了反映他非常富有之外，他更是用最好的食物来款待。从前面的经文到这里，我想象这位99岁的亚伯拉罕阿公，或许他他那一天呢，早上忙了一整天。经文一开始有说天气很炎热，他在炎热的天气，可能中午正准备要打瞌睡的时候，可是有客人出现，他就忘记自己有多累，多想休息，他用他全部的心力来招待。我们在经文当中可以看到，他跑去迎接，跪在地上，又急忙的跑进帐篷找撒拉，再急忙的跑去牛群里面拿牛肚，甚至3个客人吃饭，他自己还站在树下的旁边等待他们吃饱。除了看到他十分好客之外的这个行动，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他待人非常的真诚。在这3位客人还没有祝福他以前，而且在这个文化习俗当中，他不是只有仅仅知道要照顾异乡的人，他甚至做的比这一切还要多更多。是不是因为这样，亚伯拉罕他就比较蒙上帝的祝福呢？虽然我没办法从经文去推论，但我反思亚伯拉罕的行动会不会也是一种生活跟信仰自然活出的态度？会不会亚伯拉罕阿公他因为很明白这些年来上帝很恩待他，以至于他很自然的
将这一份上帝对他慷慨的，还有他对他的爱，内化成他的个人特质，很自然的去分享，对待外人像贵宾一样。前2周，快乐的周末孩童社区班，最后一堂都是我们的英文老师 Amy 老师分享故事的时间。刚好那个时候的主题，在对这些社区的孩子们分享，关于这个分享的故事。在故事的最后，老师就问孩子们说：“你们通常是拿最好的给同学，还是拿不好的？”有一个小朋友他就举手，他就说他会拿他不要的给同学。我想说，不是不好的，是不要的。这样，到这边大家先不要紧张哦，也不要指责他。其实现在的孩子，他们在学校也会面临到，我今天跟你是好朋友，明天我就会跟你是敌人的关系。在这种爱恨纠葛十分复杂的这个孩子们的生态，欢迎大家礼拜6也可以一起来参与服事，多了解。陪伴他们。不过我当然听到他这样分享的时候，我还是会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感叹是：哇，我们真的很需要耶稣，不只是这些孩子，包括每一个家人，每一个大人。再过1天就是上周主日，下午有就是暑假去花莲短宣的筹备会。中间有一趴呢，是队员要试教自己准备的课程。这照片当中的是裴长老，裴长老就上台演练。内容其实记得没有很多，但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个。这个是裴长老准备的嘉德凤凰酥，绝对不是因为这个凤凰酥太好吃了，而是为什么会有这个嘉德凤凰酥呢？裴长老分享说，因为这是他记得去年他在花莲带的一个组员，曾经对他说，他很喜欢台北那个要排队的嘉德凤凰酥。因此这一天，在练习的这一天，裴长老就演练我们是他这一次要去花莲的小组员，他一个一个叫出当时他那些小组员的名字，还很细心的款待我们这些根本不是他组员的外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嘉德凤凰酥，这个是长老用最好的方式去款待别人的行动。里面还有光宇长老带来的从花莲来的西瓜。在这2件事情的前后，就是这么一天，礼拜6跟礼拜天，让我有一个很深刻的反思。撇除年纪的差距之外，到底是有什么能够让我们给出最好的，或者做得比别人更多的呢？而且这个做出来的行为，还是要一种发自内心、对人真诚的付出。我想，应该只有基督信仰真正被内化到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才有办法做到的待人处事。当我在这些信仰的前辈身上看到他们这些的举动，我真的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经文回到第9节，我们可以看到经文，会发现，为什么女人要在帐篷里面呢？因为按照当时的风俗，已婚的女子是不能跟陌生的客人吃饭的。然而故事的转折就从这里开始。有没有发现亚伯拉罕从第1节到现在都没有对这些客人说他老婆的名字叫什么，但是他们却可以直接说出你的妻子撒拉在哪里。正如希伯来书第13章2节有说到，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旅客，因为曾经有人这样做，在无意中接待了天使。到了这个时候，亚伯拉罕才会发现，他接待的原来不是一般人，甚至是神人。接着第10节就有祝福对亚伯拉罕说到，明年这个时候，我一定会回到你这里。看哪，你的妻子撒拉会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面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上帝他明确的指定时间，
上帝他要实现他的应许，这个是上帝的信实。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经文，撒拉月事已经停的撒拉，他心里窃笑，而且还被神说出来，因为全知的神都知道人一切隐而未现的意念。因此13、14节有提到，上主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窃笑，说我已经年老，果真能生育吗？上帝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所定的日子，我必回到你这里。明年这时候，撒拉会生一个儿子。”我们看见经文，上主其实在质问的不是撒拉，上主其实在质问的是亚伯拉罕。我也在想，如果我是站在帐篷外的亚伯拉罕，我可能也会想对上帝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撒拉她会在帐篷里面窃笑啊，我怎么会知道我的老婆在想什么呢？”可是短短的这一个经文，我们就可以看见上帝的全知和全能。当我在默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也有一个亮光出现。有没有可能这一次上帝的应许，看似是对亚伯拉罕说，但其实上帝真正要对话的是撒拉呢？我们从创世纪12章一直到前一章的17章，上帝的应许都只对亚伯拉罕讲。会不会神他也希望让撒拉能够亲耳听到这个祝福呢？因为第9节，上帝他们第一个要找的是谁呢？是你的妻子撒拉在哪里？在这个不违反陌生人会面的这个风俗规定之下，神他知道撒拉在帐篷里面，并且说出他对撒拉的应许。他知道撒拉会听见，当然他也知道撒拉心里会窃笑，所以他就更加的严肃，说出上帝岂有难成的事情吗？故事的高峰停留在15节，撒拉因为害怕就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人说不，你的确笑了。我在思考这个故事为什么要留下一个看似是一个空白的地方在这里。我先讲一下笑的部分。其实在前一章，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也有笑过上帝哦，对于明年他会有儿子的事情，在17章17节里面有讲到，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窃笑，心里想：100岁的人还能有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育吗？不过有气概的亚伯拉罕，他也愿意直接跟上帝说：“但愿以实玛利，这是他的使女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他跟上帝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的面前。”我们看到这边，这是亚伯拉罕的真实，也是他的敢做敢当。然而，现在上帝在面对的是一个不相信上帝应许又说谎的撒拉。为什么上帝不是处罚他偷笑呢？为什么上帝不是让撒拉他被揭穿谎言之后，应该要让他痛苦忏悔，甚至要他感谢上帝，还愿意开恩给他这样的结局呢？有学者说，或许这个是作者有意要让我们这些读者原谅撒拉的笑，因为第12节有提到，撒拉自己说：“我已经衰老，我的主也衰老，怎能有这喜事呢？”在他的年纪的情况，确实不太可能指望他能够像一般的年轻女性享有当母亲的喜悦。我在这里想要插播一个影片，这个是我高中同学的他的哥哥，他的名字叫杨瑞，他是从国军辅导长退役之后，开始从事新媒体。那现在他是一名导演和拍影片教学跟广告拍摄相关的媒体人。这个是这个哥哥他前阵子上传的一支影片，我想分享给大家看。我跟我老婆都很喜欢小孩，结婚3年多了都没有好消息。看到身边的朋友一个接着一个怀孕，我跟老婆难免会怀疑自己身体是不是出了什么状况。于是我们开始认真的做检查，照着医师的指示打针、吃药、
做功课，忙了那么久，今天终于要看报告。看了妇产科大概快3个月，对不对？老婆为了要怀孕，扎了很多针，打了后染针，然后还有打了一大堆有的没有的，很期待。如果有或没有的，交给上帝。你期待吗？但老婆偷偷在看报告之前，做了这个事情。我老婆跟我说，当下知道怀孕的时候，当下只有一个感动，就是谢谢上帝垂听她的祷告，因为我们真的想要小孩子想要太久了。这也是让我们夫妻俩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做喜极而泣，也意味到现在的身份不一样了。现在要全心的扛起这个责任，照顾这个小生命。你在干嘛？你的反应好突然啊，这样。为什么怎么吃的声音？怎么了？干嘛？讲一下话吗？我说知道我怀孕感动。有人说，这世界上最好听的声音，就是小孩子心跳的声音，这是真的。当我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我还是非常的感动。就是当我看到这个家庭，他们等待了3年的时间，终于有他们第一个宝贝。那我们现在回来看莎拉，她等待的不只是3年，她等待的将近是25年之久。这个祝福从她的老公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就听到他的后裔会成为大国这样的希望，一直到她的老公现在要100岁才有可能实现的应许。然而，这个1年又复1年，期待又失望的境况，我想可能也是我们无法去想象的痛苦跟挣扎。在旧约当中，其实没有孩子这个文化是非常屈辱的，是一个耻辱。我们也可以看到第16章的撒拉，她为什么要因为她的使女夏甲轻视她没有小孩而虐待她？也许可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或许她内心也怀有很多过去对于这些的失望跟受伤。在这个窃笑当中，心里的这个窃笑，会不会也只是她默默在心里能够表达她对自己的自我怀疑跟绝望呢？我想，只有全知全能的神，他才能明白撒拉的心思。面对撒拉内在的这样子的自我否定，在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上帝很温柔，他不是要回答撒拉觉得自己是否年老的问题，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也没有去谴责撒拉怎么会有这个喜事。这个喜事在原文当中其实有一个享受亲密关系、快乐的这个意思，他没有去谴责撒拉的动机不对。上帝他只是很单纯的指责他，为什么你要怀疑神会让你怀孕的事呢？我岂有难成的事吗？然后再一次把应许清楚、肯定的再说一次。
在这段故事的一个留白，我的诠释是，或许对上帝来说，不管是面对亚伯拉罕跟撒拉，他们曾经心里的窃笑，其实这个全知全能的神，他都能够明白我们身为人的小性跟软弱，也透过点出人心中的意念，或者是像这样子在谴责当中留白，也许是等待这一对夫妻俩，直到他们能够完全明白上帝的应许是真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用这些方式来表明他对我们有极大的包容和爱。故事结果出现在21章第6到第7节，虽然不是在我们今天的经文的内容，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真的实现他对撒拉跟亚伯拉罕的应许，而且撒拉也见证上帝使我欢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欢笑。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孩子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为他生了一个儿子。撒拉也从原本的窃笑变为欢笑，因为信实的上帝必成就他的应许。其实透过今天这一对夫妻俩的故事，我相信其实这也是我们身为基督徒在生活当中最真实的一面。看见亚伯拉罕，他过去被呼召将近这20几年来的人生，他一路会经历到上帝的保守，了解上帝的公义、供应，还有上帝的赐福，以至于他不只是对人愿意给最好的，他其实对上帝也愿意献上最好的。在经文当中，你可以看到亚伯拉罕是一个很爱逐祭坛献祭给上帝的人。这有时候也会让我想到松山教会的弟兄姐妹。其实在实习这段时间1年半的时间，我真的常常看到很多松山的弟兄姐妹身上都有上帝满满的祝福跟信心，很愿意奉献，甚至在每一个事工，不管是在松山大学，在周末的社区营，甚至是陪读班。前阵子我们在这个宣教祷告会当中，陪读班的老师也分享一个让我觉得很感动的事情。他说这些陪读班的孩子，他们是从国小，就是国小那边可能比较有问题的带到陪读班里面。那过去邀请他们要来参加周6的这个才艺班，这个社区班，他们本来是很排斥的，但他们现在越来越喜欢。也趁这个机会，可以跟他们分享耶稣很爱他们的故事，在复活节的时候各种的时刻。还有我也听到，其实也有很多的长老、牧师、传道都会进到学校去教生命教育。还有我们呢，去花莲的短宣，用爱心去服侍我们周遭的邻舍客人，每一个年龄层都有。左边是去年的，右上角是我们上周也有新的一批的年轻人，我们的少年组的孩子们、青年们也一起参与在其中。这是我们愿意给别人最好的。当然，其实有一面，我刚刚说，我们也同样，我们的生命也会像撒拉一样，面对上帝给的应许，有时候我们也会软弱，我们也会怀疑，我们也会小信。像有时候，像今天刚好是建堂的主日的事工，面对建堂的事工，其实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也会担心后续相关的金额的问题、募款的问题，或者是之后教会事工的发展成效如何等等。但是永远都不要忘记，上帝的应许是信实的。上帝呼召亚伯拉罕要成为大国，万族都因他得福，这个是真的。上帝要使用松山教会，使松山区的每一个人民都因为松山教会而得福，我相信这也是真的。虽然我们是小信会怀疑的，可是上帝他却是信实的，因为他全知全能，他包容我们的软弱，让我们持续等待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应许。今天这一句话，上帝岂有难成的事吗？愿我们在等待他应许来到的那一日，
让我们继续保持亚伯拉罕的心志，用最真诚且感谢的心，将我们最好的献给神。我相信，当上帝成就他应许的那一天，我们都会像撒拉一样，一同欢笑，荣耀归于上帝，因为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按这会来祈祷。全能各有灵敏慈爱的上帝，你是信实的上帝，施恩的主，大项好搁完全的物，拢是对你收属。由你接纳你的百姓，对欢喜甲感谢的心所奉献伫你面前的礼物。主啊，也求你怜悯阮，阮有真侪软弱，真侪过失，只有你知影，阮有犯罪，阮有时袂记得你的恩典甲慈爱。求你赦免阮的罪，痛悔的心，求你接纳，求你智慧的真根来照阮的心，互阮会常常少念你的恩赐，会当伫生活中表现出来。因为伫你的应允内面，袂有做袂到的事。因为你是信实疼阮的上帝，你所做的赢过一切阮所求所想的。打愿因根归上帝。愿伫教会，阮愿意将家己献互你，伫你的面前以圣洁公义来服侍你，伫你的圣国因根你的名，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请做伙读2遍。咱所望的已经有承认，但着坚固即个承认无摇动，因为迄个应允咱的是信实，搁着逐个三眷顾来激起仁爱甲行好。希伯来书10章23节到24节，咱所望的已经有承认，但着坚固即个承认无摇动，因为迄个应允咱的是信实，搁着逐个三眷顾来激起仁爱甲行好。希伯来书10章23节到24节。三角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184首，圣诗184首，请起立。
请坐。建堂奉献，请庆仁长老、仪仪长老、光宇长老奉献，请同敬执事、祁阳执事、穗芬执事来负责奉献。请起立。请坐。消息报告：第3点，今仔日下晡12点半要召开小会，建堂委员会甲发展委员会联席会，请小会员甲委员顾问参加。第5点，教育组定伫6月初2礼拜下晡12点半要举行电影分享会，以下的请教育组主安长老、贵干执事、苏胜执事来报名。牧区消息：但以理二小牧区定伫7月初1拜1到4日要举行儿童的 AI 品格营、城市大冒险。上山教会会友5月底前报名，有早鸟的优惠价2000块，6月恢复做2500。即个费用无包括7月初5的溯溪活动1800块。欢迎要升小学1年级的，甲要升国中1年级的学生来参加。以下的请牧师报名，或是4位长老仪婷传道来报名甲交费。奉献的部分若有错误，请中级订正。周间聚会甲后周圣讲侍奉者，请家己看。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好，咱暑假的即个儿童的营会，欢迎咱兄弟姊妹会当来三甲来分享互你的朋友。因为咱即届除了顶部有迄个城市，城市就是迄个 AI 迄种物件。下晡咱有请真侪的达人，即个达人拢是对社会有真侪贡献的基督徒，所以真
拢真好伫邀请会到吼，所以咱欢迎咱兄弟姊妹，你会当介绍你的朋友，也是咱厝内有小朋友会当欢迎因来参加。即是咱来祈祷，咱为着世界、台湾甲宣教师来祈祷，恳求主会当帮助，特别世界有真侪战乱的所在，也是天灾的所在，咱恳求主的怜悯，也特别为着咱台湾即块土地来祈祷，恳求主享受和平、民主伫咱的中间。咱嘛为着各地宣教师来祈祷，恳求主保守遮宣教师伫无共款的所在伫遐传福音，求主看顾因，甲因的全家。咱嘛为着建堂的时光来祈祷，为着怀孕的姊妹雨桥、木仪、淑芳、燕纯来祈祷。咱嘛为着大院的至今节，吼甲陈主范兄来祈祷，恳求主保守至今节伊要有伊的骹，伊的蜂窝性组织炎要有一寡种，吼，所以佮继续爱用迄个抗生素，咱恳求主来当来保守伊。咱嘛为着即礼拜佫开刀了后的即个陈仁杰兄弟，吼啊林水长老、若景长老、佑春姐、林阳姐、赵荣兄、信实姐、慧玲姐、白长老娘、阿卡姐、西江兄、民主姐、邓妈妈、道明兄、俊行兄、张老师、龚琪姐、陈其雄长老、伊里、素梅姐、方梅姐、明理姐、阿菊姐、郭元兄、佑庄兄祈祷。吼，咱嘛为着四位长老来祈祷，吼，伊昨昏就是有受伤，伊的骹壁。吼，骹骨头壁，吼，所以咱恳求主来保守伊，互伊会当伫即段期间有真紧的复原。所以咱开喙为着遮个机体，为着遮个时光来祈祷。主，阮感谢你，借着今仔日的即段经文，互阮搁一届来听到你的声音，在伫你，阮无任何的困难的事。主，阮恳求你帮助引带阮，互阮伫生活的各方面，也是阮的服侍、阮的工作，也是阮甲人的关系，也是阮逐样的问题，恳求主拢互阮用安尼的信心来仰望你、坚调你。主，恳求你也为着阮安排适合阮上好的道路。主，阮要为着阮的兄弟姊妹来祈祷，阮兄弟姊妹有诶伫病院，有诶伫厝里疗养诶，有诶拄啊开刀煞，有诶长期伫遐接受复健，也是医疗诶。主，恳求你，互阮遮兄弟姊妹伫无共款诶处境，阮总是会当来仰望你，互因无失去信心，会当继续来坚调你，也保守因厝内人伫陪伴诶即段期间，也恳求主你看顾因。互因有对你来的信心甲疼心。主，阮也要为着阮的怀孕的姊妹来祈祷，恳求你保守遮个姊妹，互因拢健康，也互因腹肚内囡仔也会当平安健康来成长。阮也为着阮的建堂时光来祈祷，恳求主你保守，互阮同心合意，毋若是建筑即栋外在艺体教会，也起造阮每一个人的内心。互阮愿意互主使用，愿意来成做主福音的使者。阮也为着阮的宣教师来祈祷，真侪宣教师伫无共款的所在传福音，甚至伫真危险的所在传福音。恳求主你就保守因，甲因全家的平安，也互因所做的事工有效果。阮也为着台湾来祈祷，恳求你看顾阮即片土地，虽然受到极大的威胁。总是主，互阮会当珍惜阮所有的遮一切，也帮助台湾人，互阮会当伫即个真惊吓的时刻，互阮会当当心，互阮会当超找阮国家未来。主也恳求你保守阮的遮个兄弟姊妹，主因真侪人也袂认捌你，主恳求你照着阮的好的行为，照着阮的遮影响力，也互真侪人。搁较侪人会当来认捌你，主，阮也要为着世界来祈祷，看见世界的状况，阮真正是有时真担忧，有时想要流目屎。主，恳求你的怜悯，恳求你的听，会当来停止遮执政者因的无公义，互因会当来看见人民的需要，看见遮性命的宝贝。主要恳求你帮助，有真侪人也陷落伫天灾，也是无人权的所在，也恳求你的拯救。主，阮将阮兄弟姊妹拢交伫主你的手里，恳求主你引带带领，互阮伫未来一个礼拜，阮无论是讲话、行做，拢会当合伫主你的欢喜。
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时来吟圣诗，圣诗396首，圣诗396首。吟诗后，请牧师祝祷，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